大兴，你敢知影安眠古堡以前是叫这个名哦？我知影，伊叫做这。等下，你先莫甲名讲出来，咱先来问看卖，咱台南的同学敢知影？弟弟，你会讲台语无？讲台语无？讲对无？敢知影这是什么所在？这什么所在？安平古堡，叫什么古堡的？对，什么古堡？安康，不是安康。安平古堡。所以，安平古堡伊的较早叫什么名？热兰遮城。热兰街峡，雷兰家峡哦，你知影这个名？雷兰家堡。哦，水哦。啊，你敢知伊什么人起的？荷兰人，荷兰人。荷兰人。哦，荷兰人。水啦，这个热兰遮热兰遮是什么意思？你知影热兰遮热兰遮是什么意思？口号失败。我唔知，唔知，因为它很热。热。你感觉这个物件生做亲像啥？羊哦，羊头上的角。沙哥，对。伊放伫一刀壁顶悬，啊，你敢知伊的作用是什么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要甲人相拍的。小拍。妈妈飞了。安平古堡伊边仔有一个市镇，你敢知影迄个市镇叫什么名？唔知，我不知道哎。台湾市镇，不是台南市镇，南市大圆。哦，就是大圆啊，台语叫做台湾市镇。对啊。俊杰，看起来啊，他倒遐个同学啊，其实对安平古堡拢有淡薄仔熟悉呢。哎呀，毋过敢若有一寡细节吼，毋是遮尔啊清楚呢。啊无啊，咱即马就来去安平古堡来看内底藏什么故事哦。OK， 行。其实伫个四八当前啊，去当阵的欧洲人啊，大家拢想要来东方做生意。亲像啊，荷兰啦、西班牙啦、葡萄牙啦，啊，佮足侪啦。1624的时阵啊，荷兰的商人甲军人的组合，因来到台湾的南部，占领台南的安平，而且做长期无一个转运站，也佮有堡垒。迄当阵的光景，甲即马是完全无同哦。伫看这个影片之前啊，爱来甲大家说明。咱即马所看到这个热兰遮堡，并不是荷兰人当时起的迄个哦。嘿啊，即马咱看到的这个建筑物啦，是后来日本政府甲国民政府才个整理起来的。大家看影片的时阵，唔通误会哦。俊杰，你看，遐视野足好的呢。咱看足远的呢。对啊。啊，你敢知影？这其实是荷兰人伫台南的沙线顶缘起的一座城堡哦。沙所以呢，用荷兰话来看哦，叫做 Fort Zeelandia。Zeelandia，这个 Z 就是海的意思。啊 ，Land 就是陆地，就是伫个海甲陆地中央的沙线的意思啦。啊，咱若用台语讲，叫做热兰遮。Zeelandia 甲热兰遮发音是毋是足相像的啊？啊尾啊，地成功甲荷兰人赶走，改做台湾城。尾啊，还有大清帝国、日本时代，一直到国民政府来台湾了后，才甲改做安平古堡。所以这个名咱有热兰遮堡、台湾城、安平古堡。哇，这侪名，啊，毋过俊杰，你讲，以早遮咱拢是海，啊，毋过我即摆看出去啊，全部拢是厝啊，较有海啊。想袂到对无？对啊。来，我甲你讲，扫一个 QR code，海水走出来啊，即嘛是科技的时代，还佫有船呢。所以咱安尼行，伊就会坐较早的相，互咱看。对啊，是足方便的。原来咱遮落了啊，村的外口遐咱看到的四口咱全部拢是海。对啊。所以大家以后来遮爱记去扫迄个 QR code 哦。对，做伙来看海。哎呀，一个边呢？安平古堡。俊杰，我甲你讲啊，这安平古堡的石碑啊，其实有藏一个小小的故事哦。这个石碑你感觉是送菜的？荷兰人来这起城堡，啊，郑成功接手啊，郑成功菜的哦，因囝菜，嘛毋是因囝菜的，啊无咧，是日本人菜的哦。日本人菜的。
你讲日本人才，伊是哪会应这个名？其实啊，这个石碑啊是日本人迄当中为着要纪念因一个海兄叫做蛤蟆达亚休的。你讲迄个蛤蟆达亚休的，我对敢有一个小可印象哦，呢。你有啥物款的印象？蛤蟆达亚休的这个日本商人啊，去的时阵，甲荷兰咧来往发生冲突，因为租金超袂平啦，关税搁扣足重的，迄个荷兰人吼，搁甲日本的货物冲关呢，啊一个讲袂好，啊谈判破局，日本人就用一条丝啊，咻咻咻咻拔的。把迄个荷兰总督的后生绑去日本啊！所以，迄当阵荷兰人为着要互日本人消气，因就甲荷兰的迄个总督啊引渡过日本，甲送去哦。交互日本人来做处理哦。原来是安尼哦，不过我感觉足可笑的呢。安怎可笑？即马日本人写的字已经拢互腐掉，看袂到，即马刚刚靠着安平古堡。啊，毋过嘛是因为无共款的故事才变安尼啦。对啊，安平古堡。其实啦，咱即马伫即个园区内底的古堡，已经甲荷兰时代生甲无啥共款啦。哦，这是经过后来的郑成功啦、大清帝国啦、日本时代啦，抑个国民政府来了后，拢甲改过，拢甲翻新啊。哦，所以啊，这嘛是这个园区啊上有历史价值的所在哦。因为无共款的统治者，伫遮就有留无共款的建筑物，像这岛边啊，就是迄当阵荷兰人因留落来的遗迹哦。这看起来真正足有历史的温度的呢。我真正足佩服以前的人啊，用迄种三合图啦、糖啦、糯米汁啦、蚵仔壳，你甲看，这顶悬内底，你讲我看到蚵仔壳呢。安尼甲砖仔角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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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尼空出一个这么大座的城堡，佮空到遮dài哦。哇，足厉害的呢。对啊，你佮甲看，你看现这砖仔角，敢有啥物特别的所在？特别的所在哦。一站空倒面的，空环的；一站是空底面的，空安尼直的插入去，啊，佮环的，佮直的，佮环的，佮直的。这是荷兰人会用的特殊手法咯。因讲安尼空壁会当甲壁空好佮较在。伫个即卖的台湾足侪故事，其实嘛拢会当看到。啊，这嘛是咱伫咧判断年代时阵非常重要的凭据哦。哦，所以啊，较早的人伫还袂有空古里进前啊，因就是拢用这种手法来甲因的建筑物起起来哦。大兴。真正想袂到这岛边啊，会当只徛遮久拢袂倒去呢。系啊，真正足厉害的。准给我给讲哦，其实这岛边啊，佫有一个足特别的所在。什么特别的所在？你甲看，顶看遐是毋是有一个足像家岛的形的？我咧看着，我了做讲伊是羊角咧。哎呦，无啦，伊是家岛的形啦。伊较早这个物件，伊是用来咧固定咱的壁甲咱的怀牛的哦。哦，壁甲怀牛哦。所以伊有另外一个名，佫叫做壁舍。啊，我看顶悬有几落个壁舍呢，像佫遮尔长着哦，当时的城堡一定足大的呢。啊，毋过我即摆哪无看到舍哈？对，即摆内底迄个舍头已经无去啊，敢若剩这个家岛的形尔。我带大家做伙来去边仔的历然遮博物馆看觅啊，真正的壁舍生做啥物款？行。历然遮博物馆，这就是头拄啊，我有甲你讲到的迄个壁舍。原来生这个形哦。啊，你看这支就是头拄你讲像迄羊仔角的迄个铁家刀啦，这是毋是有一支铁钉啊？头起先伊会甲这个铁钉啊的尾壁甲装密密，装密密了以后壁是毋是有一个倒钩？这个倒钩啊，伊就是要甲咱的怀牛甲勾条咧。倒钩怀牛勾条的。啊，落尾啊，伊就会甲铁家刀插伫个壁的外口固定。哦，安尼就永远分袂开啊。对，所以咱的壁甲怀牛因就永远拢夹做伙哦。原来是安尼。大兴，我看咱咧讲红门，是毋是拢甲荷兰人有关系？系啊。安尼咱台湾有足侪所在，拢有红门两字呢。我知影，像台北的红门城，高雄的红门港，嘉义的红门井，这拢甲荷兰人有关系哦。哦，安尼你敢知影？除了所在，连咱食的物件嘛，甲荷兰人有关系。当然嘛知，佮有荷兰豆。啊，伊讲迄伤简单啊，我甲你讲一寡无的，像迄个土山影啦、石屉啦、芭乐啦。莲雾啦、柑仔蜜，拢是荷兰人引入来的。
柑仔米啦，荷兰人一开始是要用来欣赏的，唔是要用来食的呢。啊，尾啊，咱台湾人煞甲当作是水果来食。啊，柑仔米嘛伫台湾的野外自由的生长啊。哦，原来是安尼哦。是讲真嘅，迄当阵的欧洲人啊，伊来咱东方，应该就是要找找香料啊。我甲你讲，因有找找香料啊，毋过伊嘛甲台湾当作是一个转运站哦。你来看即阵图，你就会了解。迄个时阵啊，荷兰人就伫东南亚遮吼，找着足侪香料哦，亲像是胡椒啦、丁香啦、肉桂啦，因遮的香料就拢运来台湾，要甲中国、甲日本来做交易。因就甲因换灰啊啦、牛仔丝啦，佮甲运转去欧洲，成做上等的商品。安尼听起来啊，迄当阵台湾啊，伫咱全世界真正是一个足重要的所在哦。准嘅，你敢有发现啊？台湾念起啊，那亲像做像咱即马咧讲台湾呢。其实啊，凊头啊，遮的人拢叫做台湾。台湾。啊，毋过荷兰人伊的文字吼翻译起来，亲像念起来叫做台湾，也是台湾。啊，大家人咧传来传去，传来传去，到尾啊，文字要记载时，就是写做台湾。台湾。所以啊，我感觉吼，无论是台湾啊、台湾啊、台湾啊，因拢是代表即个美丽的都市啊。你敢有听过 Broadway？ 你是讲百老汇吼？无毋对，啊，你甲 Broadway 英语听开来看卖啊咧。听过来看，Broad 就是开阔，啊，way 就是路，Broadway 就是要宽街啊。无毋对，你看，这是毋是有写一个宽街？哦，我看到。迄当阵荷兰人伊来台湾，就是为着要做生意。啊，你要做生意，人就爱坐，所以啊，因就规划一个新的市镇哦。因咧起市镇的时阵啊，伊拢会规划一条路叫做宽街。迄个宽街啊，迄当阵伫荷兰话文献记载是写 Broadway。啊，迄条街仔路通常就是迄个所在上闹那个所在哦。哦，原来是安尼哦。那照你安尼讲起来，迄个宽街就是当时伫安平上楼那个所在哦。对。我即马较知影，原来咱台湾慢慢有一条Broadway百老汇呢。大兴，我感觉啊，今仔日咱安尼落来啊，我对这个所在吼有更较深的入捌啦呢。系啊，我嘛是呢。这上早是荷兰人起的哦，到当已经唔哪有三个名，亲像热兰遮堡、台湾城、安平古堡。热兰遮的名嘛是海甲陆地交汇的意思。因为是海甲陆地交汇的所在，所以才足热海的。铁甲岛嘛是一种壁锁，用来固定壁甲花牛。隔壁市镇就叫做台湾市镇。荷兰人会去热兰遮堡，就是为着要做贸易。安尼大家拢会晓好。